我係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黃海卓校長。睇到學生有呢個成績，全靠其實係我哋教師團隊嘅努力啦。咁所以先能夠幫到佢哋喺 DSE 裏面有90% 嘅同學可以入到呢個大學大專。咁至於引入 TOEFL 呢啲國際考試，其實點樣可以幫到我哋啲學生呢？其實我哋嚟緊都會進一步去審視學生佢哋唔同範疇嘅能力啦。因為其實一啲國際考試其實能夠容讓我哋多一個考試去檢視學生嘅難點，從而老師能夠透過學生嘅表現同埋成績去對症下藥咯。咁我哋期望嘅就唔係呢個增加一個考試嘅壓力，就咁話學生你多一份卷操啦。我哋期望係透過一啲國際認可嘅考試，去令到老師能夠更準確掌握學生嘅難點，從而調整佢嘅教學同課堂。咁期望能夠更加幫到啲學生能夠提升佢水平。即係譬如可能睇到而家佢中五係 Level 3嘅，我哋點樣幫到佢去進步到 Level 4啊？或者而家中五已經係 Level 4啦，咁點樣能夠去幫佢喺 DSE 爭取到更好嘅表現，上到 Level 5咧？其實以往老師譬如幫學生應付 DSE， 通常就操 past paper 啦，或者如果再操多啲就操以前 Cert Level 啊，或者 DSE 即係 A Level 啊嘅卷啦。咁亦都會引入一啲模擬考試，即係坊間嘅一啲模擬考試啦。咁今次我哋用 TOEFL ITP 其實就係第一次嘅嘗試。我啱啱頭先睇咗個 report 嘅，我會覺得比以往即係一般坊間嘅模擬試啊，或者我哋就咁一刀切去操卷咧，更有效知道學生佢嘅難點喺邊度。咁亦都容讓老師能夠攞住有關嘅數據可以對症下藥，亦即係我哋其實一直推動緊嘅促進學習嘅評估咯。頭先我哋睇到嗰個報告，其實我會覺得係準確嘅，因為其實以往我哋無論考校內試啦，或者一啲模擬試啊、揾 mock 啊等等，其實都好籠統俾學生就係話合格唔合格，或者邊份卷弱。咁但係頭先嘅分析報告裏面咧，其實都相對地係仔細地知道原來呢份卷佢喺聆聽裏面邊一方面係再弱啲嘅，或者邊一方面係強嘅。咁其實係能夠方便到學生呢個掌握自己嘅難點，咁唔會係咁籠統就原來我英文合格，或者英文強、英文叻或者英文弱，而係能夠知道原來我聆聽仲爭啲，可以追到上去嘅，或者原來我 Level 3，只要我能夠改善到個閱讀嘅某一部分，譬如可能呢個vocab 又或者一啲 grammar 裏面嘅問題，咁就可以上到 Level 4。咁對學生嚟講都係有個幾好嘅參考作用，而對老師就更加啦，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老師掌握到唔同學生佢唔同卷，以至於唔同卷裏面考嘅唔同能力嘅一啲表現爭幾多，或者邊度可以再幫佢去呢個加強訓練嘅話，咁其實對老師嚟講係會一個好好嘅參考數據去調整佢嘅教學，甚至乎調整我哋嚟緊嘅一啲考試嘅設計。